班紧做，免去南风。夜班紧做，免去南风。南风，南风，去去去。南风，南风，烟又烟，烟又烟。太阳都也耶稣，最好是白白看天不忘，日手条条剪下心思。爱看到太湖山，水无限，云从此从天开天，强颜是纯属南天北雁。桂林，桂林，你们要做点啥呀？我很多。还有这个。昨天有没有人看到我们两个坐在一起啊？有啊，谁啊？我啊。没想到女孩子睡觉也会打呼，我有吗？但是还蛮漂亮的。你赶快工作啦！你确定不请阿慧姐回来帮忙吗？不会啊，只是我还没有想到怎么跟他们讲。反正我自己现在一个人也可以做得很好啊。还是我请主任去跟他讲？不用啦，又没有那么严重。感觉你还蛮有自己做事情的方法。这些全部都要插好放进这里吗？对啊。好，没关系，你交给我就好了。好。各位同仁，供应室我已经准备好了，请大家有空跟我过来，我需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使用的方式。你先留在这边，走啊！各位，现在请你们仔细听好啊！所有的药品都在那个柜子里，消毒箱、消毒工具都在那个白色柜子上，消毒布包还有所有已经完成消毒的东西，通通放到那一面墙上。这样有没有问题？好。然后这边是登记柜台，之后所有单位送过来的器具呢，你都要请他们详细留下资料，包括单位名称、
时间，还有内容。然后最重要的呢，就是这个报表，工作报表。我要你们每天详细写下工作内容。我放在这边。妈又讲，记去屏东，哪叫我归来？伊打电话来讲，叫道歉纪念。哦。细人的，拢去读书诶。嗯。你讲又讲，伊爱考哪会顿无？伊想要读中文的。高好呢，读中文。细妹读中文，做得教书写作的。恁考没考得嘞？有无看到伊的成绩单咯？每年啊都做出门，啱啱咱贵。TF 卡又免白白的，细年看到人都惊，莫因敢拿成绩单本考。伊的饮食状况也唔免唔低啊。今日下吼，拿到博士，咱做得留下来。佮目前出国的休生医生，要用较啥啦？讲歹实的，两个有钱人做得出国，佮好命，目前出国佮歹命。20年前，几多人同也提前，也几多人条件比因好，毋讲也先伫迄味道嘛改无。唔伫的，因为因有骗人无的单纯同热情。讲破规矩的，讲了做嘛改？翅膀嘿，啊个人正同讲法啊，拜托也个人正式的好无？今俩哈毋系个人的，又骂又爱又细人的。做人的姑娘，若你希望免到骗人的世界，也可以免到爱，免到不开的人。好啦好啦，你超市给用少，贵翻呢。反面呀，上什么该？你上迄食麻卜的空肉，有啦，哪一组？细人看注意，注意，保证哦，等下注意，哎，注意！唔会啦，医院哦有骗人出事情呢。你蛮难讲的。哦。秘书长，那安部台去查房家，也都是就变到眼高，还会出境。哎，等伊来高中补上风呢。上风。听到你看一下啦。还做来生呢？唔怕啦，叫人要紧啊。不会啊，你先去医院啊。哦，我过来吃饭了啊。什么情形啊？陈秘书，魏书听得到我吗？请赶快叫医生！医生，注意，注意！有没有？
救！准备急救。下人，家人，出去！有呼吸了，坐的，坐的。有呼吸了。哦，坐的，坐的。没事啊，没事。呼吸了，对。阿哥，去观察一下，那个有冇事情？第一只听话，有冇？没事啊。有没有吃的？关还剩多少？还很多，给你种的。你们是在干什么？你们难道不知道现在医院爆发破伤风感染，全部乱成一团？你们还在这里偷懒？护理长，我们没有偷懒，我们刚才都有在做啊。我们现在只是在休息一下。没有时间让你休息哎！现在消毒工作是最重要的事情，要是上面怪罪下来，第一个受处罚是我们，你们知不知道？护理长，我们还要巡病房照顾病人，然后我们晚上还要加班消毒。我们当然需要休息啊。过渡时期难道你不能撑一下吗？当护士就是要有热情啊！对，要有热情，要先吃饱睡饱才有热情嘛。你到底有没有关心过我们的状况啊？你们如果一天到晚只关心自己，根本不配做一个护士。我在台大做这么多年，还没有人敢这样跟我说话。你才来多久？为什么要受你这种屈辱啊？我告诉你，我不做了。你想干嘛？你在干什么？你给我回来！主任，血压唔错啦，血压无继续注意吴秘书嘅状况，歹势啊。就跟今日暗部吼，表人唱的歌戏嘛，按重要嘅人呢，迄个模样就模样啊，迄个有用的吼，你就死过的啦。外人是无法度。主任，不会啦，也好骗人办去省府的，我怎个讲？讲真啊，迄讲骗人迄黄副卡的人，唔爱让做自家己。哦，郑主任，校长找你。知道了。唉，事情很多啦。我是唔知哦，你迄这班嘅医生，伊迄唔管嘅，迄讲高中同严重有问题来啊，我听迄老师讲，想清楚啊，也真因啊，一定要有人开嘅啦。主任，也个意思讲来无？哎，有无讲？我笑嘛该喏。
不过要看事情不。会啦，愈愿用啦，小了小加，搁转信息的啦，以后事情愈唔会变安用。歹势，我去贵妇家吃饭啦，妈妈个消息再搁通你。好。徐主任，不好了，阿红姐要辞职了，有很多护士都要跟她走。怎么会这样？护理长呢？她就是跟护理长吵架才要走的啊。有吗？有。哇，一看看呢。在干什么？你让开哦，不准走！谁管你怎么走？你伤了病患怎么办？我管你怎么办啊？这不合理的待遇，我为什么要接受啊？闪开啊！你不要无可取闹啊！你推我试试看啊你推什么推啊？你推什么推啊你？那个事情啊，他带护士走，怎么样啊？奇怪，你这不好呀，那么。你们两个是怎么回事啊？没见过那么野蛮的人。我野蛮，你才不讲理吧？是谁不讲理啊？是谁没有遵守医院的规定？医院这么不合理的规定，我为什么要配合啊？你当然要配合啊！你不是说我不配做一个护士吗？好呀，唔用嘅，我再搁吵的啦。哟，冰冰冰冰太马西上啊！慢点，这个草丝啊，好安静哦。那声音是从哪里传来的啊？谢医师，我是来跟大家说一声，今天晚上我会跟大家一起留下来观察吴秘书的状况，毕竟他不是一般人嘛。护理长，我已经跟院长报告过了，关于那个破伤风感染事件的报告，你尽快提上去。好。好，你们忙吧。哦，对了，这几天大家辛苦一点哈。齐中医，吴秘书连下都有危险用的啊！医师，看一下。情况不妙。阿猛，脖子背。急救。来呀！我来。好呀。呀！打针。你们几个看着办。
因为看唔冲咯，因为有明明就会破伤风，因为看做叔叔有个发炎。弄，你弄嘛？你替白做医生哈？我不管你啦，你去给他想办法。医院找到破伤风啊，外地路有责任啦，用全怪佢喏。唔怪佢，怪嘛呢？佢替白做医生啊？骂人做唔错，骂人出来啊！歹势啦，全部就俺唔错嘛。两位主任，校长请你们到办公室开会。看呐，发现呐，牙齿牙大，你也白死过的啦。郑主任好。郑主任好。看吧，我对你们多好。要不是我帮你们讲话，你们一个一个都会被记过减薪水，都会有事情的，知不知道？啊，为什么只有护理长被处罚？哎，这是他自己讲的好不好？说如果有什么事情，他自己会出来扛啊。搞什么公益事嘛，搞死人了，弄得到处都是破伤风，吓死人了。可是你之前不是很支持吗？那、怎么现在又说不一样的？我只是说他想得好，啊，我又没讲他做得好。你们呐、做事情要用大脑，知不知道？如果有不知道的，就来问我嘛，不要那么冲动啊！冲动干什么？护理长，我帮你。护理长，你为什么要自己一个人把所有的事情都承担起来？如果我们大家一起承担的话，顶多就是记过减薪啊。你如果自己一个人扛起来，你很可能把工作丢掉。我一个人保全家保，不像你们，还有家庭要照顾，还需要这份薪水啊。对
对不起啊，护理长。我之前对你那么坏，可是到现在事情发生了，你还替我们大家想。我本来以为经费下来了就可以分红给大家，没想到预算冻结，我也可能要离开了，应该没办法替大家争取。公告上面只写暂停职务啊，过2天就没事了，你不会离开的啦。我本来以为当护士只要有热情就够了，不过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哦。其实你真的很有热情，而且我觉得你的想法也很对，你又肯做，你是一个好护士啊。如果医院要你走的话，那就是医院的损失。谢谢你，红姐。宋太，多谢人同学讲医院的事啦。袂啦袂啦，我要同遐医师吼讲不碰的滴。嘿，也同遐文总讲多谢哦哈。好好好，你安样哦。好好。为娘出门。医院哦，发生安泰个事，唔知碰的有事无？电话哦，宋太打电话来讲，跟医院有年这都破伤风嘞，负责值班的哦，迄讲真嘞。嘿啊，你要负责无？有秘书哦，你这都破伤风，那会出事的啦。我生意做唔做，我当然要负责任啦。不过医院哦，每年都有人过身，让我嘛个事咯，应该我可以主任来负责哦。但系干咩哦，我绝对唔会散啊。不过，佮宋太佮打电话来讲了事情，免小可的呢。过身的人迄秘书长，连高中也关心了事嘞。好啦，老摆啦，人哋医院犯规定啦，无管念啦。因为我讲，不过啊，迄讲记哦，头真真的做电戏的嘞。那明年哦，等我要做事哦，一定有压力啦。佢想讲你通啊，佢无想讲我一定惊你笑诶。那当然要笑啊！佢每摆都安样，嘛个事都唔同我讲。也是呢哦，个性同佢阿爸强样啊，做嘛该事，拢都讲理哦，不用提议的。对亚种人个家多爱女，妈也遐讲了，你唔知啦。前世有修道，人为结公婆啊。你想顿佢，佢嘅成就，你係你嘅成就誒，對冇？冇可能。
爸。暗夜的，还忙睡哦。好搞要考试啊！考试的哦。娘呀，最近好无？嗯，索菲有拉无？有啦。最近啊，家愈贵啦，哪有可能啊？哎，我哪里？不是啦，真是啦。好啦，哪里啦？看爱买嘛该愈买嘛该，好。哦。爸，我问哦。我好教嘅同學講，醫院車都冇上風，報紙沒有寫，等批我口情嚴重，聽講還有出人命哦。太嚴的事情哦，我一定自己會解決啦。唔認真讀書的，其他的事情哦，唔是少啦。我又有可能冇少呢，我係娘母嘅，我係一家人，爸嘅事情就係我嘅事情啊。爸喺醫院哦，幾多年了，乜嘅事情冇看過誒。有爸喺家哦，大丈夫啦。娘呀，天公人唔係考試嘅，少了少嘅，娘考啊，日日脱體，做事嚟衰。好啦，爸，唔免做事嚟衰哦。加油啊！嗯。水豚拢好啊，去洗身啊。洗面的电脑对伊关心，迄平常时无机会同讲的。对啦。妹妹啊，你讲我无替太太做医生，为娘的吗？医院的事情真的严重啊！秘书的事情哦，讲太无太，讲细无无细啊。也到医院哦，规天规地的，都烦的。来电做医生的，唔会轻易叫你入伙的，哪有时间管那么多事情？好啊。你迄真的感觉很艰苦哦，想要离开医院。我看你不管做marketing，要不支持你啊？再跟我讲啊。主任，我都准备好了。
车啦，激死你啦，做乜干咯？仲伊，佢迄肾医生，唔迄车医生啊。这几天没怎么走了吗？没有，伤口还会不会有血水？还可以。可以的，伤口愈合的不错。主任要不要看一下？主任，伤口愈合的不错，要不要看一下？哦，还会不会痛？好一点的话，一样再开消炎药啊。好。研究经费上面，我们现在是这样分配的。校长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只有谢公正医师、何桂林护理长2个人受处分？徐医师，请你注意你说话的态度。你怎么可以为了那些失职人员用这样的语气质问校长？这一次的感染事件对医院的损失有多大，你不会不知道。其实，这是审核小组他们合议的结果。虽然做主管的要经过签字同意才生效，可是做主管的不能不尊重他们的意见呢？可是校长，这次破伤风院内感染，我们每个人都难辞其咎，为什么只有这2个人负责呢？校长，对于这次的处分，我个人觉得非常合情合理，不需要再争议了。和护理长我就不说了，谢公正医师啊，以他的考绩，就算这次让他逃过了，下一次的人事更换，他一样第一个被淘汰。徐医师，难道你要像过去一样用你的工作保人吗？校长，校长，徐主任，我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要对这新的体制那么排斥？我们要求改革，也是为了医院进步啊。我当然希望医院更进步，但不是用这样的方式。我不认同这样的改革。如果医院一定要有人负责的话，那我第一个负责。徐主任，辞呈，你用不着这样啊。你阿永说嘛了，谢公正他只是个小医师，我们大家都能够明白你对部署的用心，可是你不用这样子。我希望我的离开能够换回这2个年轻人的工作机会，毕竟他们的工作态度是大家有目共睹的。徐主任，你连辞呈都准备好了，那么你是经过思考过，也做了决定了？徐医师。
徐主任，这是我给你看的东西。这是什么？我秘书的检验报告。我秘书自从破伤风发生后，我们加了一些新药，所以对一般人是可以的。可是我秘书身体太虚弱了，因而导致休克。这怎么回事？这跟我开出去的药单不一样。这上面有那个郑主任的签名，这药是他开的。娘啊！啊？那药给很开咩？用你命。唔乱讲嘛啊！啊！你是莫乱讲哦！你去甲无找条不仅吃着条路，样啊！你还想来赖爱啊？那新药的副作用，唔贴记的啦。你讲嘛啊！你药的根本就无啥问题嘛！样啊，你安样啊？本牛倒来哈。好啊，你讲咩？你同太子甲我讲，你同高中讲啊？去啊，有错唔去啊？啊，样啊，唔敢系嘛？你啊有钱人家嘅事体，无合乱啊！信好做好，唔顶你嘛个，假不嘞？阿亮啊，阮师兄唔必所的事情有道理啦，所有责任、所有事情要自家来担，同我无关的。你意思讲，唔会同别人讲啊？唔会啦。其实，有咩好意嘅咩？有咩想爱天数？想讲佢做得好起来啊！有咩唔地位暗用咩？应付较暗有钱，呢条路对你来讲，有做无做，全就穷样咩？还是无穷样啊？那无条路，你马个就无嘞。俺以前古张做到了毕业，用做的不到了就，咱的生个错误，就无条路咯。其实，爱听比爱。很厉害，人家连你门安好，给真人做唔得，无聊到条路，好啦好啦，冇事啦。因为我想会安用诶，烦死了。是。
起我的口，系啲，来这个语言啊！伊都唔知，册咧吼绝对想唔到，来老金妹吼用到咧，无老因讲哦。送行无来面那强那，伴行无来厝那，混转那个南马风啊，冲山流来过那。偏背那。